位修女、老師、同學早晨，我係5B 班嘅黃心柔，我係2A 班陳安婷，歡迎大家收睇校園電視台。請各位同學起立，我哋而家一齊祈禱。今日是路德聖母紀念日，也是世界病人日。讓我們將所有患病者交託給聖母媽媽，祈求路德聖母醫治他們的身心靈。請同學打開祈禱手冊第14頁，為病患者祈禱。因父及子及聖之名，阿們。天主，每當我們看到我們所愛的病人時，我們便會感到難過和不安，不知道如何才能減輕他們的痛苦。天父，求你幫助他們勇敢地面對病苦，按你的旨意早日痊癒。阿們。瑪利亞，我們的座右，請為我們祈禱，因父及子及聖之名。阿們。各位同學請坐。今周嘅周訓係同心護地球，由3A 班同學負責，有請3A 班同學。大家好，歡迎收睇校園電視台。今日就等我哋一齊展開一場同心護地球嘅環保之旅。地球生病啦！天氣越嚟越熱，垃圾都越嚟越多，我哋點算好啊？我哋可以由自己做起，好似係慳水慳電或者資源回收。冇錯，我哋仲可以影響我哋身邊嘅人，一齊加入環保系列。咁就讓我哋一起來諗諗，喺學校裏仲可以做啲咩其他環保行動啦。大家好，我係記者樂伊。今日我哋會帶大家接觸校園裏嘅環保小衛兵。唔亂拋垃圾會令校園變得更美麗，資源回收變快環保。睇下我啲同學幾勁，佢哋用行動證明環保其實好簡單。唉，今日有好多人都冇用啱我啊！係咯，明明就可以回收嘅嘢，都抌到我呢度。等等，膠樽要倒到回收桶，果皮同紙巾先可以倒到一般嘅垃圾桶。哦，原來係講我們以後會記得分類啦。除咗垃圾分類，我哋仲可以隨手關燈節約用水，多乘搭大眾運輸工具，減少空氣污染，少用一次性餐具，自備環保杯同餐具。等我哋一齊努力，等地球恢復健康啦！同心護地球，愛護我哋嘅家。拜拜。今日有一段影片，請同學細心欣賞。到而家差唔多12、13年咁上下。2012年10月15日嗰陣時，我嚟香港嘅。呢個好似係一個聖召咁樣嘅，因為天主召叫啦，同埋透過我聆聽反省嗰陣時，就我感受到嗰陣時好多越南傳教士翻嚟越南探親嗰陣時，就佢哋分享佢哋係聖召嘅故事啦，同埋特別係傳教嘅故事。
令我好感動，想成為一個傳教士。感謝天主，到而家我嘅心都好平安啦，同埋好快樂。點解啊？因為其實傳教士大家都知道係傳教士嘅生活係遇到唔少嘅困難嘅，特別係語言方面啦，同埋日常生活嘅方面啦。但係我到而家感受到天主不斷陪伴我，透過青年嘅祈禱啦，跟青年一齊啦，同埋透過我嘅家庭入面啦，我屋企人時時都為我祈禱嘅，同埋喺日常生活當中每次個人嘅祈禱，我都感受到天主係透過我哋身邊嘅人幫助我喺聖召入面幫助我加強我嘅信仰同埋信德。多謝大家觀賞，主佑大家。